阿摩連上任曼聯1年啦，隊內嘅球員表現盤短，9人變差，9人停滯，僅有3個球員取得進步。退步嘅9人分別係歐娜娜季前賽受傷，而家仲要租埋出去；利申道馬天尼斯長期病患啊，馬拿斯亞被棄用，美路機會減少，想走又走唔到，烏加迪表現麻麻地，大失所望，加拿祖將帥不和，亦都出售到車路士，安東尼亦都出售到貝迪斯啊，拉舒福特被冷落外租到巴塞。可惜倫特外租到拿波里，停滯嘅9人比英迪基本可以，但係制空就麻麻地啦。達洛特比較難適應邊位啊，馬古尼依舊都算值得信賴，魯基蘇爾唔係好適應3中堅嘅體系，馬斯奧爾依舊能夠維持翻水準，班奴法蘭迪斯唔熟悉而家嘅位置啊，卡斯米路重回首發，但係仲需要其他配合啊。美神蒙特有潛力，但係傷病比較多，舒克斯亦都成翻替補啊。進步嘅3人。若路為數唔多嘅後防亮點啊，但係今個賽季偶有失誤。迪列治為數唔多因為3後衛受益嘅球員，艾馬特喺3後衛嘅受益明顯，上個賽季有高光嘅表現，但係今個賽季亦都表現係平凡咗少少啊。